覺就係好開心啊，好正面咁樣嘅形象啦。咁而家平時咧屋企同女女相處嘅關係會唔會係變咗你扮慈父，跟住阿媽咪入邊好似嚴母咁樣嘅角色？我諗其實有冇專登咁樣去分到底邊個係慈邊個係嚴咁樣嘅，即係阿媽咪都會有佢即係好慈祥嘅時候，但係我多數就比較上少啲係。即係少啲係會好惡對個女啊，或者係嚴厲嘅，因為我同佢相處嘅時間講真都唔係話十分之多，即係所以如果連即係嗰少少嘅時間都只可以鬧佢、管佢或者係喝佢嘅話，咁我諗佢會好唔開心。媽咪會比較上可能係會嚴厲啲咁樣嘅，咁但係佢都有佢需要嘅時候嘅，因為都真係要有少少嘅紀律啊，或者係少少嘅家教係一定要管制住。其實我由細到大咧都幾介意或者係幾着重佢哋嗰個嘅説話技巧啊、表達能力啊咁樣嘅。有時可能某一啲嘅咬字，我都會同阿菲菲即係大嗰個啦，或者細嗰個而家都會開始嘅，即係喺咬字方面會介意啲嘅。即係譬如嗰啲燈啊、着燈好光啊、坐啲凳啊等等呢啲嘅字，其實佢哋係咬得好清楚。即係譬如大女菲菲1、2、3、4、5咁樣，佢又會講得到嘅。因為由細到大我都有教到佢。咁你都見到嘅就係佢去講一句説話，或者去講一個故事嘅時候，都有文有理啊，或者佢表達一件事或者佢想講嘅一啲説話咧，都聽得出係有條理嘅，同埋係清楚嘅。咁呢樣嘢我係幾開心嘅咯。因為我覺得一個人嘅説話能力、表達能力好緊要。我同我太太都會比較上係自然少少，即係我哋又唔會話一定要佢讀咩係咪國際學校啊，又或者一定要傳統嘅咩男女名校，即係入得到嘅咁我屋企咪入到咯。因為我成日覺得係你就算喺一間可能唔係太出名嘅學校。攞到好好嘅成績，或者係識到班好好嘅朋友，啲老師好錫佢，學校生活好開心。我覺得呢樣嘢重要過到底你考出嚟係幾多個 A、幾多個 B， 或者到底你會考或者嗰啲而家新制啊，所謂新制334嗰啲考出嚟幾多分咁樣。即係我同我太太都會話，如果佢哋考到邊一間，你咪做到邊間咯。我係 Bob 啊！嗱，下一期嘅兒童尖子教育嘅專訪咧，有我同埋我嘅屋企人咁啊，非常之開心啦！咁啊，多謝咧大會嘅邀請，可以有機會俾我咧，就講下啲我自己心底嘅説話啦，同埋佢啊一啲嘅成長故事等等啦嚇。咁啊，記得啦，密切留意啊！仲有喎，你嘅 Facebook 咧，我 like 咗噶啦，你 like 咗未啊？兒童尖子教育啊，耶！拜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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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拜拜。